生死啊。所以呢，今仔日修道也好，办道也好，拢无离开着咱自身啊，是毋是？所以呢，刘作大师嘛甲咱讲哦，伊讲地人啊，调心不调心，哦，智人调心不调身啊，愚人呢调身不调心啊。而且咧甲咱讲，咱要重于啥？咱拢讲本末本末。那么伫进前拢甲咱讲，咱爱安怎？咱爱视本末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是毋甲咱知影讲爱安尼？所以今仔日心就是咱的根本，心就是咱的根本啊。咱今仔日爱调即个心，要安怎互伊正？互即个根本要安怎定互清？所以行清法做波罗蜜，是毋是？咱要安怎观自在？爱行清嘛。咱即个心无定互在，调互在，定互清。人讲树尾来，就风台咻一个倒落去啊！袂堪的安怎？袂堪的一句话，袂堪的一个啥物？一点啊，人讲的讲，袂堪的网啊卡踢着，袂堪的安怎？安尼讲一句，拢袂堪一个啊！所以呢，咱今仔日爱修心的原则，就是安怎？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要安怎治理伊家己的心？伊为心安怎下手？因为咱心就是根本啊。伊对心安怎？人讲入手之门啊，所以说咱咱众生往往拢安怎？着于咱即身躯，要安怎家己保养好，要安怎家己伤过安怎？家己宠爱，人讲宠爱他，是毋是？所以呢，今仔日宠爱伊，保护伊，却忽略了咱自身的啥物？自身的一个啥物？去安怎？去存忍去啊！所以呢，咱今仔爱知影讲，咱爱由内而外。今仔咱讲内在美，咱有水无？咱逐个今仔有水无？有，对，咱逐个拢足自恋的，水，逐个拢足水的，是毋是？咱拢足水的，所以咱由内而外发光发亮，是毋是？咱敢着搁借即间电话来甲阮笑？毋免啦，咱家己即些心顶，家己会当笑你安怎？一清二楚。是毋是？我了了分明，由内而外啊，来下功夫。所以呢，师子曰啦，与师子曰啦，师子曰，伊讲心假，心之君也。你甲咱讲，咱即个心，就是咱即身躯的主人啊，就是咱即身躯的啥物国王啦。咱拢有一个国王，对不对？就是伫咱即身躯，咱即个心啦。咱甲想。今仔日一个天主，伊的心，伊今仔日做一个天主，伊以啥物为主？伊以天下为主，数令于心啊。所以伊所烦恼的一个国王，一个皇帝，一个天主，伊所烦恼的，伊所有的，拢是伫啥物人身上？即个天下，伊惊人安怎？惊即个天下有啥物的灾害？惊即个天下有啥物的民不聊生的代志？所以呢，伊拢爱安怎？随时随地爱安怎？掌握这个天下的一个什么动态啊？所以伊安怎？用心，是毋是？那么咱今仔日共款做一个组合，伊以国家为主，所以呢，伊爱用心伫即个国家，好好来料理即个国家，互即个天主会当安心，是毋是？那么搁较讲转来，咱家己。做一个皮肤，咱今仔日嘛是以啥？以咱的心为主啊！以咱的心为主呢？咱今仔日若无以心为主，咱会受到足侪的侮辱，因为咱沉沦啊，毋知家己沉沦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心是心之主，心之主啦那么呢，嘛是咱性的路例，嘛是性之意哦。所以一切善恶，该由咱自身去判断啊！咱有知影无？咱有感觉无？咱今仔日一切善恶拢由咱的心去判断。所以咱敢若知影讲，哇，原来即个心啊，所扮演的是啥物角色？就是心甲身的一个啥物桥梁啊？伊一个中间位于这个中的桥梁。所以人讲，心嘛一动动了，伊就安怎牵动性，引动咱的心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爱说理无？爱足说理的有关系无？密切的关系
因此呢，咱甲想，诚心心者，伊三者不可离，因为一贯嘛，不可离，是毋是？甲咱安尼讲，很明确，甲咱讲诚心心不可离。所以咱的心，甲咱的心是袂当分开讲的。那么咱甲想，一台车，咱拢有咧开车，咱逐个拢有车，迄台车乌袂去停，违规去互警察开红单，请问是迄台车的问题，还是开车迄个人的问题？对啦，迄个车主的问题啦，是毋是？啊，犯嘛是犯迄个车主，是毋是？对啊。所以即个身躯就像迄台车共款。那么呢，咱的心呢，就是迄个车主人共款。安尼，啥物人较重要？车主啦。我犯罪，我要找迄个人，我找车要创啥？真伊心就是迄个车，所以咱若车祸先救车救人，对啦，救人，敢有咧救车？无啦，拢先救人啊，对毋对？伊来拢嘛要救人，拖车去，车若做后壁，还佫讲，爱先尿尿的，对毋对？啊是安怎会翻去，哪会安尼？啊哪来问迄个人？同款啊，咱今仔日做毋对代志，是爱问咱的心嘛，毋是问即身躯啊。迄个身躯甲你讲，我也是无辜的呢，我嘛是无辜的呢，是毋是安尼？伊嘛是无辜的啊，所以咱今仔共款，为虾米修心爱正治心，就是掠贼爱先掠迄个王啊，掠贼爱掠迄个王，是毋是？以前啊，迄将军啊，啊咧带一军兵啊，迄将军有大无？有咧，迄将军若讲一句一，逐个毋敢学呢。叫恁徛开，你毋敢坐落呢；叫恁坐落，你毋敢徛开呢。啊，无就是来人啊，拖去斩呢，是毋是？所以呢，咱甲想，即个将军有大，所以呢，人若讲去战争，一定是先掠迄个将军啊。啊，我兵仔要安怎投降？因为无主人啊嘛，所以我投降，我投靠你，因为我无主，我毋知要找啥物人啊，是毋是？共款的啊，咱甲想，如果今仔有战争来啊，迄别国要甲咱战，伊先对。上闹热的，人讲首都先甲你下迄个核子炸弹，甲你砰去，是毋是讲首都甲你崩嘞？为虾米恁敢知？因为首都甲你崩嘞你着即个国家就差不多害了了。所以咱甲想，心就是咱的首要的都市，首要的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咱今仔日为虾米咱今仔日爱讲即个心？所以圣灵伊甲咱讲。伊甲咱讲正治心，伊咧讲的这是啥物心？各位浅显，伊咧讲的到底是啥物心？那么好汉呢，用民主即句话甲咱分享。伊讲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善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各位浅显，恁看到啥？人皆有之。是毋是安尼？那么这个人皆有之，这个人啊，是咧指啥物人？是咧指啥物人？恁敢知？谁是我？我是啥？就是咧指咱。指咱迄点心，迄点真心，迄点佛心。咱今仔日人皆有之，伫个恻隐之心、善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、违法跩，咱全部拢具备着这五德。所以呢，这是天赋呢，这是本来就具备的物件呢，敢着爱外口来学？毋免啊，但是即摆人足可怜，可怜到安怎？爱学啦，爱学灵异类地形啊。甲你讲，上头拄迄个神讲师讲的，教咱要安怎友好，教咱安怎要安怎对兄弟姊妹恭敬，友爱兄弟，教咱要安怎对朋友友信。教咱袂当讲白贼，教咱爱好啊做人，奇怪呢？这毋是本来就应该爱做的吗？为虾米就爱互教？即摆搁较可怜讲爱教讲话，恁敢知？因为即摆人拢袂晓讲话，所以讲爱教咱讲话。讲话是一个艺术啦，讲话爱有艺术，恁敢知？啊无头拄讲讲话艺术就像洗面家着鼻家着耳安尼啦，我会无欢喜哦。所以咱为虾米让咱人？对这本来拢具备的物件，就爱照着外来安尼来甲咱教，所以咱的身体又安怎去互歹去？所以呢，毋知影讲咱原本人讲在性不精，在凡不减啦咱拢具足的跩圆满的德性啊，圆满的德性。所以人之初
性本善，迄个初发心啊，迄个初，迄个就是咱讲咱迄点的真心啊，迄个初发心，今仔日人讲要修道有迄个初发心啊，成道便有余，是毋是？即个初发心，咱阁有保持牢的无？咱即个初发心，敢有安怎随时随地拢安怎抱守诚心抱守无？有实心修炼无？有实心忏悔无？也是安怎？有也好啦，啊无也好啦，安尼咧，是毋是？所以呢，咱今仔爱知影，即个初就是咱的佛性，咱如如的迄个佛性，所以呢，喜怒哀乐未知法，即个位伫啥中嘛？是毋是？所以宗是啥物？咱拢讲宗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咧讲咱的根本啊，咱头拄讲啊，树要有根，树仔爱有根源对，爱有根，水爱有源嘛。树仔今仔有根，伊会生甲少安怎？少茂盛的。啊，水爱有源啊，有迄个源头，伊较会，人讲长流水呢，伊较会流长呢，是毋是？那么共款，咱今仔日一定有伊的根啊，啊无互较紧嘛袂当伫咧遮甲咱讲话呢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咱来知影，宗者天下之大本也，大宗至正啊，在中至静，可怜的，连这句也讲袂出来。大宗至正，迄个静，迄叫做正，落伫咧咱心上，就是咱的良心。咱今仔讲的自信啊，咱有坐到中无？人讲坐好正，较得人疼。恁有坐好正无？有啦，坐足正。好仔伫遮看恁逐个坐足正，比好仔搁较正。因为好仔两支骹拢无正，因为皮皮喘无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坐好正较得人疼哦。所以呢，今仔日中就是不偏不倚，不左不右，不上不下。咱知影，咱有得到三宝嘛？不中不左，不上不下，谓之中。所以迄个就是啥？静心。所以咱今日讲要安怎静心？它都止于善，止于啥？正就是止于一嘛，是毋是？一讲就是止于一。所以今仔日咱来修这个一，一就是无生无死哦，一就是无来无去哦。咱今仔无来无去，是毋是无代志？今仔有来有去，全代志，足忝的。有来有去，全代志，足疲劳的啦。所以咱就互伊无来无去，无代志，足清心的啊。所以咱今仔日要行，就是要安怎？要找到即个解脱的路。所以一就是万事万物的根本，是毋是安尼？万事万物的根源一，那么一就是咧讲咱的道，咱头拄一直甲咱讲的良心本